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姑欢迎收看《福起来的》。喺台湾早期有一句话讲，来太太，去美国。呢句话意思都讲，几时节咧读书人过好去外国读书，嗰时我哋見到台灣有嗰度優秀嘅人嘛，聽人哋咧講我嘅會計生涯。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咯，伊都同頭先人哋講嘅話同樣，伊來自屏東嘅鄉下，伊去台北讀台大，伊嘛去美國讀博士班，所以嘛伊喺美國聽記。今日邀請到伊來同我哋分享伊一生嘅資歷，還有伊嘅專業。我哋馬上來歡迎今日來賓劉淑儀小姐。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女僕劉淑儀。其實阿記者係我嘅太姐姐啦。嗰時我還是都看伊看到睇吼，喺網上我哋可以看到睇。像阿記者，我上我每日講，其實我哋咧劉淑儀係我哋嘅女僕上替伊咧考上北英嘅啦。嗰時間我哋常常會想過一件事情講，你幾時做乜想去台北讀書咯？嗰時間啦其實原來咯，媽媽係我哋屋企人咧希望我讀師專。嗰時我哋填志願嘅時間咯，都寫講我考屏東師專。後來我嘅導師看到我填嘅志願，伊都當去嘅腳踏車喺我屋企，都同我哋爸爸媽媽講淑儀嘅成績幾好，可以讀到嘅台北嘅北英語。咁因為我哋女僕國教咯，一出到我哋嘅之前都冇人考上北英語，所以嘅老師都鼓勵我去台北報考嘅北英語，係安尼原因，能去台北考試。因為嗰時間我同我爸爸媽媽講一件事情，都講其實你想講伊啲細妹嘅人，其實嗰時我哋屏東五中嘛，佢改好嘅啲學校，無論我哋讀師專我以為講我哋細妹嗰時要讀書，包括讀師專有一啲做先生，係咪出來都改穩定嘅一啲工作？但是喺我哋我自己先生都講唔可以有隻細妹其實佢要讀書，係咪有一啲機會俾你去台北去試看看冇想到100去都考上嘅，其實100考上以後咯，都睇通嘅後來我哋嘅鄉下地方，佢當然咧，雖然咧，如果想講去台北去考北英去考建中，都等於講，其實聽我哋嘅社會世界，我因為講我哋啲鄉下人，佢想比唔上我哋都市人，但是其實就喺聯考同我哋講，其實我哋認真讀書，我哋冇輸嘅都市人。後來喺北英，唔知佢一定要去台北，其實係咪發生一啲事情考試時間嘅事情？如我提拔去台北去讀書嘅時間。我哋因為馬他個人都較過緊張，結果呢提拔呢冇趕上火車，結果呢我哋慢腳火車腳到高雄，後來我媽媽睇個月台呢因餃子，佢三日，那我一啲冇一啲人可以去台北讀書。嗰種人你一定要去到台北，唔知㗎？喺台北嗰時會夾冇？火車又好，如台北還有姑姑有阿嫂，嗰時呢叔叔們下去嘅時間呢，喺同姑姑喺度鄉下。嗰時還算可以。嗰時一開始嘅時候還是有人照顧啦，嗬。係啦。咁像我哋嘅鄉下人，即係因為講，你其實去台北北英是我哋台灣算第一個首屈一指的一個女子高中。咁你其實去看到幾多同學，我感覺到講一定幾厲害，冇講一定幾強。咁當然啦，因為一開始去嘅時候，因為我哋鄉下學校嘅教育嘅水平還是冇特別難好。特別的話，叫做精華在線，叫做學生嘅出來，全部都嘛係最好學生嘅去，能去考上北英嘅呀。嗰時一出嚟下去嘅時間，心理嘅壓力嘛過大啊。嗰時其實嗰陣係地講，其實路歸做路搞到嗰度好朋友，因為其實就暑假嘅時候帶到人嗰度同學過來錄下料。其實我們雖然我們細，但是我地講，我每年暑假嘅時候，然後就如果帶人嘅同學過來聊，咁種人誒畢業以後，後來如果順利考上台大，你其實喺台大係通乜嘅呢？我喺台大原來是當年想填醫學嘛，因為爸爸我哋屋企係中醫嘛，中醫醫藥，嗰時呢，嗰時人哋都想讀西醫，但是呢，嘅成績冇太多西醫，咁都後來都排到嘅農醫系。
可是表示讲，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就上个从医路上嘅，你上个讲，其实嗰種考上醫學院嘅話，你去讀醫學院，但是因為其實分數冇達到，可是你去再去人哋推太嘅，其實係同埋農醫系係咪？我其實讀農醫系，係。咁後來讀農醫系，照理講應該都同農業有關係啦。後來出國以後，我記得係咧讀嘅係生化，佢中間係發生乜嘅轉變咯？其實啊，佢嘛係一個幸運啦，因為佢農醫系其實呢係研究嘅有嘅作物育種，育種呢同佢遺傳關係關係。啊，還有另外呢，生物統計，嗰啲兩個呢，其實對我後來嘅學習同埋嘅未來嘅職業嚇，各有關聯。因為遺傳啊，我哋睇早期讀嘅時間嘅遺傳學，咱提咧講基因，但是唔係個基因嘅本質係乜咧？一次當我睇戲嘅時間，有擺去參加一個學術講座，嗰時呢，拄好搶了一個嘅諾貝爾獎嘅得主，叫做 David Baltimore 啊，伊呢同也太太呢兩個人來台灣，而且台太有啲演講，嗰時我去參加嘅演講，結果嘅時間呢，嘅David Baltimore 那個教授，伊都講到更加嘅時間咧，世界上最先進嘅技術，他們都提到講，更加基因咯，唔係像係一個名詞，係其實係一個 DNA 啊，然後嘅 DNA 序列呢，不同的組合呢，都變咧有不同的基因，那不同的基因都會表現出來某一樣嘅蛋白質，或者我們的細胞呢，嗰種係表現的蛋白質某一樣時，也會嘅功能都某一樣。嗰陣嘅時都開始對嘅所謂的分子生物、基因工程都深有興趣，因為佢嘛係我哋學遺傳學嘅基礎同嘅未來方向。嗰陣其實對嘅時開始我都想講，我係咪想學業方面咧？因為我後來發現講生物科學嗰度基礎全部都會建立在嘅基因的調控、基因的調節、調控上。我說其實雖然你係讀農醫呢，但是你這個對入嘅基因嘅東西，其實後來發現到講，你可能係海拔可以去上研究嘅東西。我說其實人家博士班嘅時間，你想要去專業嘅安尼一個基因工程嘅一個方法。咁問題係，你其實我記得你係公費出國嘅，係其實公費出國係用嘅一種考試嘅情形，我有安尼機會去公費出國。係，人家嘅問咧都係嘛係我想要解釋嘅一點。因為我讀農嘅，跟一般人我跟可能用專業咯。其實我嘛傾向專，但是呢冇安尼機會。但是嗰時都可能我哋咧教育部嘛，佢有興趣想要培養下一代嘅未來嘅科學家嘛。所以呢，伊哋都有舉辦了一些講座啊，我都反正有講座有嗰啲免費課程啊，都一天都會參加。啊，即個都私修。所以呢，我都學習嗰度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分子遺傳學嗰度基礎。結果呢，第一年嘅時間呢，好幸運都政府呢都有開辦呢個公費留考，咁考嘅題目都係全部有關嘅分子生物方面嘅。所以呢，我今年呢好幸運，係10個嘅公費生裡面的其中之一。可是其實即係我哋政府其實嘛看到也係基因工程、也遺傳工程嘅一個遠景，所以也希望講我哋大家都去培養一啲我哋咧未來嘅科學家嚇。可是我哋用公費嘅方法，學本嚟去國家資助嚟去外國讀書，然後嚟去讀博士班以後，然後可以我哋貢獻我哋國家。咁從我哋去後來就順去美國嘅，你幾時考上係乜嘅學校？我講到嘅話呢，我先講。前一年之前的時間我喺讀碩士班嘅時候都開始，我想要申請去美國讀書，因為嗰時間遺傳工程喺無論生物科技方面的話，美國還是最先進嘛。啊，嗰時呢，其實我嘅指導教授呢，已經同我安排美國一個州立大學一個教書，因為伊填英審，啊，嘅教書呢幫我全額獎學金，幫我去一個實驗室讀書，結果我拒絕了，啊，我都嗰時。心智歸國啊！你咪都講，我喺嗰個花4年嚟讀書嘅話，我一天想要去最好嘅學校，我囤最好嘅錢啊，學習安尼。嗰時我都囤嘅，我指導教授講，我即個我去申請。結果我第一年我申請哈佛
Stanford、MIT 嗰種最好嘅學校，結果呢，全部都同我刷掉了，冇一啲線上嘅。嗰時係，但係我唔可以放棄。天然呢，喺度考上公費嘅咩？考上公費以後呢，有國家嘅資助，表示一個人嘅水準要到差不多一定嘅程度。天然我申請學校都quite順利。後來我提前申請到康奈爾大學，康奈爾大學在一個以色家嘅一個風景可以講嘅一個山城，非常的漂亮。從伊等年嘅時間，可能伊等年買去台北，嗬，其實話有阿姨哦，話有阿叔睇嘅哦。但是伊等年去美國，我哋冇錢人睇嘅呢。你其實寫時我幾緊張。咁當然啦，天然嘅時間啦，嗬，係我人生一個個大嘅挑戰，因為你想嘛，我一啲嗰時23歲、24歲，有點什麼嘢，一啲人看到兩個皮箱，飛到嘅康奈爾大學天然，結果呢，因為我哋嗰時嘅教育制度啊，我哋咧英語唔係講，我哋可以看，但是唔會講。嗰時天然呢，要適應文化、語言，然後我哋讀嘅書全部都係原文嘅哦。咁你看我去是博士班哦，唔係講大學部嘅嗰種課程。好，我哋嘅同學呢，全部人都睇大學時，伊哋嘅基礎課都係分子遺傳啊，嗰時伊哋好輕鬆啊，伊哋上課上係嘢。做完實驗，伊哋都可以攰嘢，4、5點都攰嘢。我哋呢，如果別人加批時間，下巴做實驗，下巴都冇事情嘅時候，我都會去圖書館看書嘅。有一年，我都記得好清楚，我喺實驗室做實驗，一次做唔出來啊，做到差唔多12點嘅，能做起。做起嘅時候呢，嗰時嘅冇茶味，冇高茶味，外面呢落太雪，嗰雪呢。差唔多一擦安盤，樣個鬼啊！咁係咩？路踏着白雪回去。咁喺宿舍裏嘅實驗室差唔多半點鐘嘅時間嘛。嗰時都行下半點鐘嘅一些雪梯嗰邊。係啊。伊啲細妹嘢看到兩個皮箱嘅去美國，開始也係博士班嘅生法。等下話幾多個神奇嘅故事哦，等一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咧來賓劉秀基，伊講營養嘅伊拿帶動兩個皮箱去美國讀書。佢想其實我想問咯，幾時人同佢講，你度做一啲研究，剩一點啦過去，結果一定要行半點鐘嘅雪路行過去。咁從你一定要喺美國讀書嘅話，後來咯，唔知個伊有，我記得你幾時後來又轉去哈佛係咪？我後來喺康奈爾念咗1年以後，你想到講。還是要去最好學校。嗰時候呢，喺度我都轉到哈佛大學。喺度我最後拿到嘅博士係哈佛的博士。嗰時嘅時間其實因為係呢，一開始係學農業嘅，嗰時轉去生化嘅時間有幾多嘅科目以前都冇學過。嗰時幾時喺博士班嘅時間，等於是喺你已經有學過嘅，但是呢要補上來，像實驗啊，幾多東西全部都補上來。咁從入嘅你經歷對你來講有乜個幫助？反正我感覺都係，唔知個只要有心的話，乜個事情都做得長。反正都比黑人多花一些時間，多花一些精力嘛。唔知個唔會想過講，我要咩嘢專業嘅人咯？你去嗰種挑戰我這個，其實唔係因為講，唔知個有心去做，如果可以去做。唔係我喺朋友都想過，黑人做得到，我做唔到啊。像唔知個後來我記得哈佛畢業以後，你嗰種幾幾年嘅康奈爾教書係咪？係，後來呢，哈佛畢業以後，嗰時都拿到博士了嘛。博士以後呢，我做博士後，嗰時呢，我都寫信嚟俾David Baltimore，都係7年之前唐豆芽嘅演講，來啟發我去來美國讀書嘅教書，我哋講，我7年前呢。有唐豆芽演講，大家都開始想要專心從事一方面嘅研究。嗰時候我希望，我有安尼榮幸可以去實驗室。結果後我都幾幸運咧，到嘅教書嘅實驗室，在做嘅3年嘅博士後。咁後來呢，都到嘅
屯个康奈尔医学院哦，强去做教书，安尼，嗰种系第一开始做爱嘅生物医学嘅基础。咁像你即个本身对台湾来，然后落去美国，然后后来嘛去美国嚟教书嘅，你即个係咪可以同你講一下講？你即個你美國有發現到講，我哋台灣同美國啊兩邊嘅教育制度啦，無論我哋學生哋學習嘅時節嘅嗰種差異喺哪？因為我哋地講，譬如講頭後來講康奈爾嘅醫學院，其實美國人按一批冇完嘅，但係講一批等於喺美國最前沿嘅人按一批，所以一定乖乖讀書，嗰種一定唔係喺對台睇出來。你係咪同我哋比較一下講，你哋其實看到嘅兩邊嘅教育制度啦，無論嗰種我哋學生嘅嗰度對待一定嘅學習嘅方法，係咪有冇唔同嘅地方？我面都話吼，嗰陣美國嘅教育啊，吼，個尊重個人，一定個注重嘅獨立思考嘅能力。嗰時呢，高中啲指導教授，好，本伊嘅課題嘅話，伊嗰時會去同講，按樣做，他本唔知㗎，而去尋找嘅途徑，嗰個本應該到獨立的思考時間。咁我哋台灣嘅教育嘅話，一般嘅學生嘅呢，佢唔到敢去挑戰權威，也個我哋都係台灣同嘅美國嘅教育體系個模樣地方。嗰時同人講，我都講，等於我哋台灣嘅學生嘅其實個注重我哋嘅課本嘅學習，可以唔敢講，我哋個尊重我哋嘅欣賞啦。但是喺美國嘅話，欣賞你等於你即個按樣發展係嘢事情啊，你可能本一個題目，你即個以前解題嘅方法，我冇提供正確答案係乜嘅東西，嗰就表現你個詞以為一種學習嘅方法。咁後來呢，你即個一次讀博士後研究以後，後來我記得你嗰時有開一啲公司，我想我開你啲生物技術嘅公司。後來因為佢嘅康奈爾嘅醫學院哈，嘛做咗差唔多10年。超過10年嘅教書，嗰時我即個有我即個嘅研究團隊，我研究團隊嗰時呢，佢嘅做一個先進嘅一個技術，嗰時我哋嘅篩選一種嘅藥物，像一個分子，啊，希望係把講可以做成嘅藥物。咁入面大部分嘅研究啊，佢嘅醫學院啊，吼，做嘅東西呢係用嚟發表論文用嘅，哦，發表文章用嘅，但是我哋都你可以唱發表嗰度文章，但是冇辦法把它應用到可以來治療疾病，可以應用到人體或者是醫學方面的話，那邊都按啲知識是沒有什麼很大的用處。嗰時嗰時我都有想法去開公司，但後來呢，因為我經過差不多10年的時間嘛，我哋嘛有一些專利，嘛有篩選到一些小分子。嗰時嗰時都講，個時機已經成熟了，嗰時我都開這個嘅一個生技公司。其實我哋對做研究，到後來想要做一啲藥嘅某一種治療方法，其實也係完全冇同樣嘅兩條路。種當初會想會成立一個生技公司，然後去發展這個嘅一種治療方法，係咪對同陸下係開中藥點樣有關係啊？係啊，咁當然啦，一定啊，因為我灣細時都同爸爸我哋喺藥店嘅地方都有嗰度中藥，中藥同西藥佢冇一樣嘅地方，都係中藥係複方，每一個藥劑裡邊都有牽到冇一樣嘅成分喺裡邊嘛。但是後來接觸到西醫方面嘅時候，都發現講也思維同我哋中醫係完全冇一樣嘅。西醫反而佢重視如講機制 mechanism， 如講一個疾病係用造成嘅，治病的嘅原因係乜嘅？找出原因以後，我哋都讓用一些抑制劑，小分子係冇攞抗體咁嘅東西來去抑制，所以也會走向同中醫是很不一樣。嗰時我哋一次路想講應用白兩個很不一樣的醫學，一定能夠找出一個方法可以讓兩個能夠互相，讓我講相輔相成嘛。係用合作，因為其實後來我哋咪發現講，如果到位我哋使用嘅一種我哋講新藥嘅發明，譬如講我哋嗰時就我哋講治療瘧疾，我哋以前講嘅金雞納霜嘛。後來台灣我們有啲藥學家，有對我哋嘅青蒿，青蒿素，提出青蒿素啦，就變成也要效果幫我哋咧
治疗疟疾的效果比我们经济那双嘛更好。迄其实因为青好听我们以前嘅中药大时节，伊愈有讲过清楚，伊愈要治疗往来寒热，愈我们讲打败的啦，吼，愈讲我们疟疾。可是其实后来有几种人嘛对我们的中药嘅地步去相当敏感，我都讲说，奇怪，其实挪用安尼方法去做，可能有伊个机制，可是这个时节，我哋咧中药可能无按科学化的一种分析，可是伊唔是讲人来人去骂嘅。香港即个其实我哋讲，佢开嘅生意公司啊，其实无按简单嘅，按人家嘅资金咯，嘅资金按样去筹措。嘿，也都嘛迄主持人问到，阿咪小明都问到的开重点，其实咯，如因为有安尼想法，又有安尼专利，吼，甲你面都讲，刚才你想要开公司，刚才面都投资人可能哎发一天会，嗰种人会想同我投资啊，结果发现咯，无人我同投资啊，嗰时时你想讲，他也还没有一个 gap， 有一个差距是我没有办法了解的，哈，完全体会到了。嗰时呢，我发现讲，开一个生技公司嘛，佢创业我有个投资人。按我用让一个投资人让他幸福，如果讲两位东西有规划的前景，所以嗰时都开始对投资有兴趣。嗰时呢都会嘛迄生物科技啊，开始蓬勃发展的时间。那如嗰时嘛这个私底下嘛会去买卖几只跟那生技股啊哈，就是呢也有一些兴趣呢。后来呢都有一个机缘，都开始想讲，刚才要不然以后会。未来的方向可以往这方面，入生物科技的投资方面来着手。个中头都有讲到，我们的标靶药物啦，哈，小分子啦。你们同我的观众朋友可以介绍一下，譬如马上到标靶，因为我们常常会谈到讲，今下要癌症的治疗啊，有的开始我们的健保可以给付标靶药物，马上到标靶药物咯。你们同我的观众朋友，他要介绍一下马上到标靶药物。标靶药物啊，他们讲，你这个就好像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的目标，然后呢，你就是设计一些方式小分子或者是抗体去抑制那个 target， 那个 target 就是靶标嘛。那因为以前最早期的抗癌药物，譬如说像那个 Taxol 也是一种用会很广用的癌症药物，但是呢，伊呢，如果有点像散弹枪，你嘛，一路一散弹枪一打去，但是呢，周围所有的组织细胞也会被杀死，以这个细胞底部呢，它的打击到的蛋白质会多，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但是可能好的嘛比你杀死的，坏的嘛比你杀死的。错，该更加新药的话，如果确定，如果人家的细胞，人家的癌细胞，就是因为你这个分子可能过剩，安尼发呢，都可以研制一个专门抑制你这个分子的一个小分子，安尼发呢，都可以副作用都减少很多。可是，比如讲，我们生物科技的一个也要技术做大的一种治疗方法，喺我们未来我们可能治疗癌症啊，无论治疗以前冇办法治疗的东西，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未来的一种生技的药品，其实喺我们未来可能治疗上面可能有最大的进步。啊，像头都讲，未来讲，你像我了解讲啊，那种财务的东西啦，可能像这个本身要读生化，然后要过去读财务，这地方这个应该讲，你这个读个某个书，冇你学个某个东西冇。后来呢，又从生技公司给他还是一直往下走啦，差不多大概1-2年，我们开始要进入临床实验，我们现在的保镖药物。还不希望可以用来治疗像那个肺癌肝癌、黑魔路血癌那方面的疾病。你讲到头先讲到，因为后来发现讲，你成立一个企业，我有除了有技术以外，还有资金，那么当然人力也是个重要啦但是时我们人力有为因为我们做东西蛮过早期。不是我们的人力蛮有诶，但是呢，缺乏的资金。那资金按样来，资金如果从所谓的capital market， 他们都会讲资金的市场，因为有的人投资人有那种就是说愿意冒风险的那种投资人，而且这种投资人冇用，有的人可以忍受比较大的
嘅风险，但是呢，伊如希望讲也回报率高，安尼。诶，其实呢，用诶转型变成做投资啊，哈，嘛迄个故事啦。诶，因为哦，以前的也之前的话呢，一直都冇嘅经济啊，冇学过会计啊，哈，也冇这方面的冇学过商业方面的知识嘛。所以其实我都想讲，搿种想专业投资业方面的话，刚一先嘛先把基础先打好，安尼。可是虽然阿记者是伊的博士诶，但是伊学伊的新的学问，伊还在对基础开始。首先，我第一个同讲，应用的对基础开始学会投资。翻过来，复起来。所台节目，我哋来宾刘小基，伊讲应用对生物科技转去我哋投资方面，从遐两个完全无共样的东西，唔能用去开始学投资咯。其实人係想讲，有通乜嘅数目，有上乜嘅课程係咪？係啊，其實路上講，某個同學對基礎開始，好冇？譬如講蘋果嘅股票，一期係200個元嘅話，做乜個會200個元？哦，起碼喺度一天也嘅價位，咁樣好冇？一天也會人員啊，嗰個其實都嘛會上去追根究底嘛，哦，嗰個其實呢，都我睇紐約。有啲好處，如講這片咯有幾多嘅資訊。紐約係等於講世界嘅金融嘅中心嘛，所以嗰啲資訊啊，好幾豐富。啊，嗰新約咧講，這片有啲嗰有名嘅啲機構，很多 Charter Financial Analyst Institute， 很多 CFA Institute， 然後有開一些課程，咁所以其實我都去上課以後咯，通過也考試，有三個嘅階段嘅考試，考過第一個階段，人可以考第二個，第三個安尼。結果呢，幾多年嘛考，幾多年不一定考過。咁我哋把2年半都白考嘅。嗰個課程呢，考到個執照以後呢，個執照基本上係世界嘅在世界所有嘅金融機構係承認的、認證的。誒，所以係啲點講啊？還蠻崇高的一個證照啦。通過那個呢，就等於相當拿到一啲碩士嘅學位一樣。好，咁我哋好多乜東西咯，我哋好多嘅唔但係講會計，嘛係講分析報表，好，公司嘅嗰個財務報表，還有如果怎麼樣去分析公司的股價，係嘛？如果他們都講 intrinsic value， 他們講一個公司真正有嘅真實的價值是多少？咁從這個唔會講，因為講唔可以開始學投資嘅話，我哋而家嗰度我哋啲觀眾朋友可能如果看到我哋有嗰度財經節目啊，每日喺度講啊，今日買個股啊，要跌停啊，聽日買股要樣嘅。可是你這個唔可以開始講，如果學看嗰啲嘅財經雜誌啊、財經節目，你希望講你最基礎嘅開始，啊，你需要講做乜股價話嚟咯？做乜股價而係得200，哦，啊又有乜嘅啊樣嘅分析也會加出嚟呢？然後你對最基礎嘅嗰種會計學開始去學習，然後去考上 CFA 啊執照。其實 CFA 執照學我查過差唔多台灣差唔多500個人。其實一最難嘅地方係聽講係第3段，因為第3段全部用英文考試，用英文講法。嗰時其實全部人大部分人前2段都有考好，但是第3段都考唔好，係咩樣嚟啊？第3段啊，唔係其實嗰度人講，其實最難嘅係第2段。因為第2段嘅時候，如果什麼啊？嗰種人咯，冇多嘅基礎法，嗰種人都被刷下來。第3段嘛唔容易啦，因為第3段要用有啲筆試，要用計算，要用筆試，安尼。咁從頭都有同講，你這個味道按我哋公司嘅資金啦，嚇。其實你而家咪差唔多退休嘅一種年紀，所以你而家開始做投資，你係咪可以平常嚟比較一下美國同台灣嘅嗰種退休嘅嗰種投資嘅嗰種方法係冇乜嘅共樣嘅地方喎。其實我哋做乜做投資咯？投資意係乜嘅？或者你哋如果嚟想，好冇？一般的人哈，如因為你年輕嘅時間，譬如講20歲哈畢業出來嘅時間，你嗰時有工作，嗰時呢，人嘅生活費乜嘅可以用人嘅薪水來支付。但你要想到講，譬如講，你到60歲、65歲嘅時，你退休嘅時，
唔计是无工作嘅，甲个我用乜个来支付人嘅生活费，好，故说假如系一个原因，故说做乜个一开始工作嘅时候，开始爱储蓄存钱，要做投资，安尼。噶，我用啊，伊选讲，譬如讲啊，退休以后，我伊多钱啊，能可以退休咯？嘿，譬如讲，也都亲好嘅问题，嗰种有安尼问题，你讲我多要存多钱，哪能可以退休？其实有啲很简单嘅计算嘅方法，譬如安尼讲啦，吼，嗰种係要講一多錢，嗰種要按多錢，來投資，吼，投資嘅回報率要多話，可以支付我嘅生活費。嗰陣你可以安尼反算回去，譬如講嗰種一年嘅生活費，譬如講係20萬，譬如講一張嘢差唔多17000、18000嘅話，好，一年係差唔多20萬嘅話。你可以乘一啲30P， 30P 都多啊，都差唔多都600萬。幾都差唔多，我存到嘅量，你要存到600萬，都差唔多可以退休。中文嚟講咯，中文係30P咯。對，中文咯，因為譬如講600萬嘅話，你嗰種也600萬拿來做一啲會分散嘅投資，有一部分投資一啲債券，有固定嘅收入，譬如講3%。3%，咁你嘅股票投資嗰種係可以幫你，你點講啊？可以存到差唔多4到5%，安尼4到5%，安尼翻咯。平均起來，你可以拿到差唔多3.3、3.5%。就是你600乘上一個3.3、3.5，正好就是20萬。嗰種人家意思都講。其實我哋退休嘅時候嘛，可以用一種方法，唔係講是我哋蝕落本，不損本金嘅狀況之下，因為可能我哋年長也可能要花錢，可能要17000的元，咁我哋係咪可以用我哋，譬如講我哋嘅時有本金600萬，然後我哋嘅平均投資報酬率係3%，我哋嘛冇算太多嘛，有啲人講，有啲什麼有會5%啦，有啲股市會8%、10%，其實我哋唔是算到按上嘅時，我哋都算我哋最基本嘅3%吧。其實差唔多600萬3%，其實算下來嘅話，等於你這樣你對投資上面可以得到錢，等於都可以供給你一這樣的生活費，然後不會損到本金。係，錯，一個最重要嘅觀念啊！他們講我存到嘅資產額呢，你這個唔是動到人嘅本金，如用以這個產生出來的嘅利息，係冇如。伊支付你退休以後嘅生活啦，支付人生活。咁像美國人退休嘅生活同我哋台灣人退休嘅生活，像美國人退休，伊哋有退休金喎。伊哋咯，有退休金，因為伊哋工作嘅時候都開始有公司，他把我有嘅咧，提供伊哋這個可以選擇存款做給伊哋退休基金，安尼有一啲所謂的401K。或者是個人的退休賬戶，你這個還可以自己設立。嗰時其實伊工作嘅時間，伊如果提多一部分嘅錢，比方提嘅戶頭地方去。多也戶頭，但是個戶頭呢，係一個投資嘅賬戶。意思差唔多講，你既然可以有自由的選擇，你可以先選擇我投資，一多部分咧投資在股票基金。那一頭部分係投資在個債券基金。嗰時變成講，我多呢批嘅錢，我即個可以決定講，我也錢我愛一多去投資債券，一多去投資股票。因為我哋台灣人，我哋講，譬如我哋嘛有勞退基金，可是我哋係冇辦法去決定講，勞退基金最晚愛去投資乜個東西。咁將這個比較講，我哋台灣，像我哋台灣，其實我哋咧健保其實喺全世界有名嘅，哋嘛冇像美國。美國其實我哋咧幾多嘅保險係同工作係搭向下嘅，冇工作嘅可能，人家嘅老闆都冇同付保險，但是你這個付保險費嘅話其實係高貴嘅。但是其實我哋冇工作嘅人，我哋有一啲國民年金，國民年金、國民保險，如還是可以給一些的錢，繼續我哋咧健保。但是退休嘅方面咯，你係咪有乜嘅？建議同我哋咧觀眾朋友講，譬如講圖都人講嘅，讓我一算即家嘅退休金，然後喺幫我哋退休嘅時間，能可以用到冇用到本金，然後我哋可以繼續講我哋嘅生活。咁還有其他嘅一種建議嘅方法，對你來講投資係乜嘅意思啊？我邊度一啲人剛開始賺錢嘅時候，至少要把即家嘅薪水10%、20%存起來，存嚟咯，唔係像賭嘅銀行嘅地方，你賭嘅銀行嘅地方嘅錢啊，因變因細，嗰個嘅冇乜嘅
过增长的加成，安尼反正永远存唔到你这个退休的时候用的钱。所以这一部分的钱哦，其实应该用来做投资，安尼会用呀，会有增长利息的，而且那个利息还要一直不断的成长的那种。其实咱的节目最慢吼，各种人的观众朋友开始爱学投资，有乜嘅建议冇？如果你这个要上班，唔太有按到时间的话呢，你这个可以去上网，或者去上一些课。各种你没那个无安的时间的话，你最后去请你的给投资的一些咨询人。反正你钱啊，冇变银行，变会变薄啦吼。其实要投资，也要钱的嗰种用途，然后变多，钱能可能会变多，因为我哋通货膨胀的关系，我哋呢，变我银行的钱其实也久会也少。对，你要有讲人要投资报酬率，一天都高过嘅通货膨胀率。人家譬如讲通货膨胀率係嗰種2.5的話，人要投資報酬率一天都要有超過嘅，甚至於還要更高。比如說頭先他會用嘅3.5或者是4%來做一個利率的換算。對。看下今日節目，各位觀眾朋友，係咪想要好好規劃這個退休嘅生活咯？好好嘅計劃，下一擺如果有規劃嘅生活。今日佢感謝阿傑仔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按有用嘅資料。今日嘛係幾多謝阿明，還有幾多謝各位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哦，等聽下先上來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王真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七級導演屏東分會，另外身後表演呢兩位先生嘅陳先生。今日要介紹嘅呢係我哋呢體育練度係訓練我哋呢跳戲，我哋呢跳戲好唔好順唔順都看我哋呢。我哋用嚟去操作，我哋呢跳戲，今日來同觀眾朋友做嘅示範。首先呢，我哋呢兩隻腳要打平來，兩隻腳打平來呢，同樣哦，我哋呢兩隻腳打平嘅，我哋呢手把掌要拿放起來，手呢向把掌向落背，我哋拿放起來。然後呢，我哋踢下呢，我哋係做順勢嘅跳戲，順勢嘅跳戲有人做數啊呢，唔係哦，我哋呢。數節要翹放起來，我哋呢數字要向下背，數字向下背做乜嘅要安尼做呢？等下我都同觀眾朋友做個解釋嚇。咁啊，連所有嘅用嚟到跳戲運動嚇，跳戲運動係講啊，講啊，更加順勢跳戲，順勢跳戲呢更加像我哋講啊，我哋起頭先壓縮出來，壓縮出來過後呢，我都是狀態嚟，慢慢嚟。跳去都市態出來嘅太多胸前可能呢，我已經都市態，我跳出來呢，我要壓縮下去，同我起跳讓你壓出來，所以在都市狀態呢，我哋係吸氣哦，吸放起來，嚇，我哋跳戲時間呢，一樣呢，我哋呢胸前表鬆呢，我哋呢都市壓向地背啊。向地背我哋係跳戲，都市太空起來咧，我哋係吸戲，然後到順勢跳戲。有人講，我嘅戲跳都冇安全啊，那一塊土槍骨，像電視上嘅先生安尼做咧，佢唔怕嚇。然後講唔怕，我哋做時間，我譬如講我跳戲，我戲跳啊安尼，我安尼都好嘅，我都再吐戲我都再吐到安尼，我又再嚟跳戲。我跳戲嘅時間呢，我吸戲嘅時間，我嘅都市嘅狀態，我嘅都市狀態呢，我哋去跳起跳推吸放起來，我喺都市壓縮下去呢，我係跳出起跳推跳出來嘅時間，也係順勢嘅跳戲，嚇。今日呢，我做一講啊，我呢再做一個逆勢嘅跳戲，逆勢嘅跳戲呢，我係數把掌。嚇，鳥方咧，我係數字上天上當行，我係數運咧很強樣安尼。啊，有觀眾朋友講，我鳥數鬼鳥咯，我係鳥咧鳥都數唔係鳥，我係推胸前表下去。啊，
我娘咧，我再表下去，我再表下去表娘咧，我表嘅藝術骨唔會娘咧，我要那在拿行起來，拿行起來嗬，拿行起來我今仔講嘅係歷史，所以我嘅數字係向東方，所以我嘅數把種，兩個數把種係翹行起來向老闆，我先把起頭先挑出來。起頭挑出來，我歷史係要做，我歷史都講我先壓縮，我壓縮我吸起，我數棍向後擺，吸起引起吸嘅到個，我一挑出來時節，我數棍向前面，我數棍向前面呢，我都係挑出來，所以第一做嘅係歷史，歷史呢我要看啦下表送，我數棍向後擺。我都市18向地擺，縮行起來，都市睇出來，我係從起頭挑出來，所以也係體育年度係做乜嘅咯？有人講我那款藝術因啲，我唔知做乜，也係訓練我哋跳起有願望，譬如我哋呢前面係人講啊，前面係陰，後背係陽。我哋陰陽陰調換陰做，都會幫我哋嘅眼神陰陽調和。陰陽調和，不管陰陽乜嘅事東西，都有陰陽。所以我哋有意識頭嘛，陽暗部頭啊。意識頭呢係我哋嘅陽氣，暗部頭係我哋嘅陰氣。所以我哋陰陽陰做，我哋嘅眼神都陰陽協調調和，也係做一個。尊師同歷史，做到師範咧係歷史，今仔我師範咧講啊，我哋咧注意思想，要注意思想。第一個，藝術表下來，書本清樣咯，也唔得好哦。我做一個本讀解人個好記嘅嗬，我要調音用嚟吸氣，本我哋咧調個歸順合作。我做一個師範講啊，我順時嘅時節，我書拿行起來啊。然後咧時節，我哋注意我哋回籠用上來嘅時節，我係咪都是睇出來？我咪講我做一個回籠，我想講回變回籠，用嚟去夾行起來，用嚟建行起來。所以今仔日做嚟係回籠嚟夾喺度，我哋咧都送出來嘅時節哈，叫出去嘅時節。叫多咗你睇好嘅時節，打出來，也係一個順勢。所以我哋用我哋嘅回籠來想，我哋咧調起可能會過順路。所以今仔所做咧，我要講啊，我哋咧順勢係我哋咧調起，我想講，回籠係按你來哦，我都停頓回籠嘅籠條，我嚟做我哋咧調起嘅順模。也係講我順勢嘅調起，歷史呢，我數棍樣呢，我表下來，我再來示範一個歷史。歷史呢，我要講歷史，要示範咩？我等同樣來做，用回籠嘅嚟歷史嚟要教觀眾朋友，我兩隻書打哪行起來？我嘅數字呢向前面同樣，我做嘅歷史係樣呢？我先把我哋嘅眼神調放起來，我想講回籠用嚟夾筆多，用嚟籠條要大嘅，我哋嘅撒行，籠條大行嚟咧想講啊，我哋嘅回籠一來咗，回籠總我哋嘅眼神總好嚟按嚟滾行起來，滾咧當我哋嘅撒行，我哋嘅撒按嚟滾出來。要叫出去，也係一個歷史。我注意講，我哋咧回籠，每一個觀眾朋友都有看過回吧。所以講啊，我哋咧歷史嘅時間，我講回籠用嚟打對撒行，打對沙灘，所以我哋也可以創一個回籠。所以我哋可以停頓嚟回籠用嘅，按嚟吸氣，打出來，調氣。所以注意我哋咧調氣，比如順，比如圓。順圓咧，我哋咧眼神都那麼強壯。我哋調氣要睇白毛，
透气太白，我哋呢气泡的氧气呢都会增加，气泡氧气增加，我哋都会所有的细胞呢都会加归强壮，加归好哈。所以也系一个饮食的循环。饮食做几下个咁讲啊，我喺蔬果肉呢唔怕，我再变下来，也冇一道吃的上哈，冇限制。因为我哋也冇长期的限制，也冇嘅，主要我企喺度，我都可以做嘅。所以今日我就再嚟做搞一個示範，講我要注意哪隻嘢，注意地方喺我哋呢睇徛啦下，我哋呢數，講我哋呢都市嘅調氣，我哋呢都市嘅調氣有時候有人講我人唔好，我安尼可以冇？可以，你要講可以，因為我主要係我俾調氣水。我安尼又咩係一個方式，我主要先訓練我嘅頭氣，訓練我嘅頭氣呢，訓練順咧，也係順時訓練順咧，我再來訓練逆時。逆時嘅時節，我嘅樹根呢同樣，我嘅樹根無法度純粹，也無法度啊，有個人嘅樹根會硬安尼，我哋呢鏡頭會鬼硬，我哋呢樹根嘛鬼硬。所以我哋呢變下來，變下來嘅時節，幫我哋呢鏡頭變上，變上我哋用逆時嘅時節，我哋呢都是送入去，透出來嘅時節呢都是睇出來，慢慢呢一次一次，幫我哋呢透氣比順比圓，順同圓呢都唔怕，我哋順呢，我哋呢氣頭。都會心情都會更好哈，所以觀眾朋友要注意一點嘛哈，也係所做嘅體育年度嘅做嘅示範哈，所以我哋做嘅都一樣。觀眾朋友，時間過個家講。我哋所多所介紹呢係體育年度，喺我哋頭氣為圓毛、太白毛，也係嘅訓練。希望觀眾朋友聽到我哋好好嚟做，幫我哋呢眼神更好。所以呢，希望觀眾朋友呢下次拿來了。